好多人一講到打包廂就即刻諗起工地宿舍，但其實打包廂可以組合成一套功能完整嘅營地空間。按照唔同項目需要，打包廂可以做成辦公室、宿舍、會議室、餐廳、廚房、洗手間、沖涼房、保安室等多種功能嘅單元。佢嘅優勢就係模塊化組合，單個箱體可以獨立使用，亦都可以橫向拼接、縱向疊加，形成辦公室、住宿樓、生活配套區，甚至係大型嘅工程營地。實際項目裏邊，佢可以用喺工程營地、礦業營地、軍事營地、學校、商業空間、旅遊度假同埋醫用嘅安置等場景。唔同嘅場景就配唔同嘅功能配置，所以客戶買到嘅唔係一個固定嘅房間，而係一套可以按照項目人數、功能、工期同埋預算靈活去調整一個空間嘅系統。呢個就係模塊化營地嘅核心價值。